你调工的啊？是你家己手咧串呢？我手咧串，你只目睭咧串啦，上也上袂准，落伫涂骹，你就是调工的啦。好啦，要甲你斗桥啊？咩？我什么身份？我是有才啊的人。安怎？哎，奇怪，那都无人带狗仔散步啊？无，我去头前看者哈。哦，那水哪甜啊？哇！冰冰凉凉，哇！毋捌啉过这样好啉的水呢。安怎？会喙焦无？我的体质甲人无共款，我永远拢袂喙焦。来啦！好，我较委屈的啦，看你遮有诚意啊，诚意食水甜啦，哈哈哈哈。伫迄边啊，遐有人。二哥，你等下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你搁叫我等？哦。哎呀，卖走啊你！到家来呀！叫你等一下哟！啊，你玩大无啦？你有要紧哦！你哦，卖老虎，我无要紧，我无要紧。进前是我的脚，即摆是我的脚错。你吼，啊乖乖伫遮等运，敢袂用啊？你用去，王全是我的，啊无人讲王水毋是你的啊！我搁讲一个，王全是我的。哎呦！我的脚错，我的脚错，哎，你做啥？无啊，莫讲啊，知影你是啊啦，声咧嘴皮咧。我甲你讲啦，你细汉的鬼故事我拢看过，看完啊啦。细汉时阵吼，拢是你甲我照顾，今摆我照顾你啦。今日莫讲话，行啦，行好。你害嘛？